特殊刚刚来看到一年才一届台南白河关仔岭温泉美食节，顶礼拜六闹咧开幕，现场办火龙爷的这个亚节巡行活动，出动3只关5公尺的大型花灯。另外，台南市市长黄伟哲也个活动代言人做花抽花灯出发来采价，精彩活动请真侪大人囡仔做伙来看，温泉区归人客小矮小客。3座大型的花灯。 对这个采价的队伍豆豆啊咧踅，不过这不是日本，是这个台南的关仔岭。这个关仔岭温泉的美食节，今年已经是第15年啊。伫咧9月21这天，盛大来开幕，现场嘛出动这个3座5公尺高的这个大型花灯，带大家做伙来去夜巡绕境。 除了花灯以外，伫队伍内底还佫有太鼓、公鸭舞者和特技的花舞沿路咧表演。有约要5000个这个民众做伙来参加出境，有的人穿虎落衫，有的人是戴这个小龟仔壳。现场是安尼闹热滚滚。这是第一次，我们的友谊城市红前市派员来参加，而且带了他们的睡魔。我觉得其实白河关子岭温泉美食节越来越国际化，越来越多来自全台湾以及外国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。这个关仔岭温泉的美食节会一直办到10月20。想要来这泡一个薰酥食美食的朋友，千万都要把握这个好时机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